迎嚟到 Tale Talk 廣東話講故仔。喺呢度，故仔唔單止有趣味，仲會帶出啟發思考嘅訊息。呢一集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個經典嘅伊索寓言《龜兔賽跑》。喺一個寧靜嘅森林裏邊，住咗各種各樣嘅動物，佢哋各自有自己嘅步伐。當中咧，兔仔就跑得最快，佢對自己嘅速度非常自豪，成日四圍認叻。嘿，你哋見唔見到我啱啱跑幾快啊？喺呢個森林，我已經跑遍天下無敵手啦！佢仲走去挑戰烏龜。烏龜，你啲動作咁慢，唔使諗都知我會跑贏你啦！你敢唔敢同我比賽跑步啊？烏龜接受挑戰，好平淡咁講：跑得快又好，慢又好，條路都係一樣啫。你想笑就笑啦，我哋終點見。好快，佢哋就安排好比賽，圍住個森林跑一圈。佢哋揾咗狐狸做裁判，其他小動物好雀躍咁圍埋嚟睇熱鬧。當狐狸一聲令下，兔仔一支箭咁飆咗出去，而烏龜咧就慢慢咁起步，速度相差實在太遠啦。兔仔一口氣咁沿住石仔路跑上山，一啲都冇喘氣，腳步輕快，三幾下咧就行完獨木橋過河啦。冇跑幾耐，佢又穿過晒布滿亂石嘅山路，然後大大步跑落山。兔仔嘅速度咧就好似一陣風咁快，另一邊廂烏龜仲係慢吞吞咁爬緊上山。跑完落山，兔仔望翻轉頭，烏龜連影都冇喎。哎呀，跑咗咁耐，等我休息陣先。橫掂離終點唔遠，瞓醒再跑都贏成條巷啊！講翻烏龜，佢雖然落後好多，不過咧一步都冇停過，由日頭行到黃昏，仲慢慢拉近緊同兔仔嘅距離。落到山，見到兔仔瞓緊覺，烏龜並冇叫醒佢，繼續靜靜雞向前走。喺終點，觀眾見到竟然係烏龜第一個跑翻嚟，驚訝之餘都為烏龜歡呼喝彩。兔仔瞓到過晒龍啦，到醒嗰陣天都黑埋啦，佢即刻彈起身搏命咁跑。去到終點，兔仔好後悔，烏龜原來已經喺度等緊佢。呢個故事教識我哋，驕傲自大會令我哋睇唔清楚自己，阻住自己向前行。相反，只要有毅力，肯堅持，就算慢啲，都可以一步一步咁行到終點，實現目標。今日嘅故事講到呢度，你覺得如果兔仔一路專心跑，烏龜仲贏唔贏到佢呢？而當烏龜發現對手瞓着咗，冇叫醒佢，呢個行為又啱唔啱呢？多謝你同我哋一齊聽故仔，下次再同你傾偈，帶嚟新嘅故事、新嘅啟發。如果你中意聽兒童故事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俾身邊嘅人。我哋同時有英文版嘅頻道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影片下面嘅說明欄揾到連結。拜拜。